罢了。哦，好比有位君子，为是高山绿色，带得好，带得妙，真是妙极了，妙极了。哎呀，献丑啊是献丑。咦，小姐看你呀！梨花酒意再三分，两家红事胭脂粉，瓦宝琵琶。不像女儿是美人。我家相公本来就称最美人。提起最美人，这要从哪儿来？小姐啊，你倒说给我听听看。这样么？白女长看不清，此日令人不可惜。眼见是人耳闻须，你可该当上扮美人。凭我老做这上岸，我叫你立是仙女音。凭你这上情是爱，我立在你面前也分不清。不要说立在面前看得清，哪怕在人群之中能将你认。好，今夜这封元宵，大是灯火辉煌，有人自责，你可该在这人群之中一死。这有难呀个地方3月的，3月的就是3月的。好，你先走一步，我改办进来。妈，小姐呀，我上神出门，你别怎样？莫非老周有意大赌？赌过小小东道，助兴助兴。你要赌什么啊？文银100两，死了可不能拿。情愿结账。好。老周，今夜3月台上见。小姐啊，请早备好东道钱。回来。来了！定是小酒加班。大嫂请了，毕竟女龙长女生，倒也一对像3分，让我也开开他的玩笑。大嫂，你可是找人啊？找贼呀！关你什么事啊？不要装腔作势，可是来找我啊！你管处处找礼貌，无18道挖地道，啥不依你
想用官府来喊我。送官举拜我不怕，倒是你男扮女装才不祥。谁男扮女装啊？带来倒有3分香，这是年纪他也老，这样那样举美人，快来到墙举老老。什么周姥姥、王姥姥？谁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我在这里写过了，写什么？写你100两银子啊？100两银子？大丈夫得得到，不得起，是就是赢别赢，万丈什么糊涂啊！你这人真疯了！就是我疯了，也不放过你。哎，你再这样，我可要叫人了。叫你也不敢叫，哎，就是要叫，我万事为你要100两银子。林生，林生，林生！哎，陆香，你在哪里呀？哎呀，我在三友台上找你呀。哦，快下来吧。哎，来了。哼！真的不是小姐假扮。哎，还好还好，细细闹出事来。又来一个，他故意将背找我，分明做着心虚，定是小酒。哎，这一次可不会错了。哎，小姐啊！不是我老子夸口，只要一见你背影，哎，谁知道是你？办得美极了，真有人鱼落叶之有，哎，必有绣花之貌。不是我老作，才能认得出你是个男人。啊，谁是男人？哎，你是男人。你是什么眼睛？连男女都分不清。还只求文明，心里有数。你瞒得过别人，哎，瞒不了我老作。小姐啊，这一回你死了。什么死了？好了好了，不要装腔，100两银子快拿来。啊，100两银子？哎呀，你这人，我与你从不相识，是什么银子不银子？快让我走！哎，快让我走！哎，哎呀，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什么事？什么事？你怎么来得这样晚？我在这里等你。他女无人知，说我是男扮女装，还问我要100两银子，来时我不放。看这人躲躲藏藏，绝非好人，待我拉他接棍去。哎，小哥，哎，你看我的眼睛别别，哎，这是出人了人，哎，还望小哥原谅。你又不是瞎子，分明有意吊销。是啊，这里灯之辉煌，你又不是瞎子，分明有意吊销，可恼可恼。哎，小哥，你看我的眼睛不便，万请原谅，哎，万请原谅。哼，空忙之徒，
竟有此非礼之因，岂能原谅？走，接滚去！相公，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就放了他吧。这位大姐说得有理。好，放了他吧，我们快登去。下次再要这样，绝不轻饶。是出有因，岂能再玩？多谢这位大姐，不必客气。下次看人，不可是此路嘛。是。小舅怎么晚不来？姑娘好不是理，我娘到哪里你记到哪里，究竟是何道理？咦，岁月的乃是宫中之地，你能看得，我真不能看得。你看，竟然说我这只山倒霉，这只山。你莫非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祝枝山大爷呀？哎呀，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啊是失敬。你这位姑娘是谁？小女子家住在清哎呀，刚才言语当得万千原谅，奴家只想得理。奇怪，不罪。这是我的眼睛不好，这一次可没有乱人，谢谢呀，又要闹出笑话。这大爷为什么不见周相公到来？他即刻就来。徐大姐啊，你时常进出他家，可看见周相公扮过美女啊？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啊？是啊。哎呀，这桩事情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三明四白。当年相公扮女装，是我亲手敲手掌，他头上发髻与我挽，上风之花我插上，一脸脂粉与我们，两条绿眉我画上，上下衣裙与我穿，左右陪冠我戴上，左右相邻人不出，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的风雨望。
哦，哎呀，徐大姐呀，与你这是了吧？这相公今要扮女装，要我当面认情伤。这因爱竟不便当，请求大姐来帮忙。少待他日到此来，请你对我恩一讲。这种事情我不管。事情了，谢你，节目什么？谢你宁知无责了。你以为的？哎，就不是一。好，哎，徐大姐啊，你既然答应我，应该仔细的看望。不要急，不要急，我啊，只要坐在这里眼睛一闭，就知道他来与不来。哦，倒看不出你有这样一套本领。哎，哎呀，周相公来了。他在哪里？他在台前。哦，在台前。哎呀，怎么不见？他已经上了楼梯。哦，上了楼梯。哎呀，我这万事不见。小姐呀，你这举美人呀，真是当之无愧。老子棍把下风，哎，棍把下风。哎，老周，这一次你死了。哎，我死了。小士们呐，漂亮的美貌姑娘，替大爷抢两个回去。来，光天化日经过墙，巧面玉万不与我此事。好一个标致的姑娘，美呀美，美到不可那我的美，美而又美，这是真是说不出来的美呀！切切，大爷看中了的，小的抢他为夫。慢，不许动手，他忘了姑娘，是，忘了他们。走，姑娘，你姓什么啊？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哎，我姓许，许什么啊？我叫许大。这声音好似流浪文音。啊，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请我房。为何一人出来看灯？我啊，哎，我女儿与表兄同来。哎，你那表兄呢？他开灯急死了。笑什么？喂！姑娘不必担心，我是兵部常侍之子王天宝，谁人不知哪个不孝？姑娘不妨随我为夫，
明日差人送你回去。我不去。雷阳，保护着姑娘，为不美人儿啦，红红追人啊像昂道，歪歪柳眉是我梦，呜呜青丝字莫高，细细声要洒泪了。哎呀，美人儿啊，你为我替我皮儿原子啊！我怕你，怕我？我不是同你一样，冬天为狼，热天同样为热，有耳朵，有眼睛，有鼻头，有啥个可怕呀？人家都说你是老夫，老夫要屈人的呀。哎，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就是这种异国情so可怕。哎呦，这话倒有些理。哎，美人。王老夫他说君高照迷心窍，周文斌有心与他去开玩笑，大爷民间女子冒充吕大爷，未免太怕呀！许大姑娘啊，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天时良机他去瞧，谁有的恰将元宵灯做月郎，说什么从此配成月娘娘，我看你呀，老夫要比为着忙。姑娘你看可好啊？大爷家父全是高，弟弟为官在当朝，我母亲正是万山来高峰，我天宝啊在呀故人冒风标，真是只不敢照进士，不觉冒出。我吃的是龙骨，穿的是凤毛，吃的是高楼，换的是王表，也是你靠穿木鱼行四手，今生交上了好运到。大爷
在。他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他也与许大姑娘今夜要人请八堂在。了不得！慢了，怎么娃娃没有讲完就要摆堂成亲？太香。是。与娃请讲吧。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呀？搞得吧，他肉厂里面做大夫，啥子这样水多苗，小小杜甫知道，我送些银子欢迎啊日了。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搞得吧，力气大，脾气差，怒火上身为动刀。你若比他把婚退，他对准你二龙手一拉刀啊，把我当子贼呀！哼！我王家四大妹的高，我怕区高得拉包。他关心是早上门，我送他进关去坐啊牢。嘎滚嘎板子靠，唱啷一条妹连条头上头。管他3年再从军，叫他一命夫应啊走，从此你跳着地鸟登天堂哎，我与你把的一同到老，同到老王彪。快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今夜大爷许大姑娘成亲发堂噻。是。慢了。哎呀，我还有娃呀！哎呀，我在湖里面，你在市里，王彪小人高抬，你就站在这里。是。那有王，快讲吧。偏
徐大姑娘多情种子望天报天上菩萨也知道举子是文人老人从不撒花呀草身心体贴多文人不发呼来不气恼你若打我不为谁你若骂我微笑哈哈哈哈哈哈哦，你真的有这样好啊？你若不信可问王彪王彪你说对吗？大英说的是大英说的是我不信，有道业绩是真，耳闻是虚。这你若不信我可以当着你看哦哟大英你现在的话味到哪里去了？哎呀，女人家嘛就喜欢这一套，到了手嘛再做道理呀。到了手再做道理。姑娘你看可好啊？王彪快吩咐下去挂灯去才摆酒设宴。慢了！哎呀，我还有娃呀！哎呀，你怎么有这许多娃呀？摆了堂再讲话。讲好了娃再摆堂。先摆堂又讲话。王彪，快去！是。哎，王彪，我就等在这里。那么有话快讲吧。清八堂要等明早，渐渐日子多一年，真情一定要在今宵。我今设法他正道，再开玩笑要是糟糕。
我句句是古算命人，其实凶人他都知道，正月十五出远门，白露一定要女。有这么厉害呀？是有些怕人啊。那一你之间呢？与我自己要跟明早。那今夜呢？今夜你写什么回去啊？明早你怕花轿来迎娶我啊？有了，今夜我陪你到我妹妹房中去，寄宿一宵，你看可好啊？可好啊？你妹妹啊？我妹妹这总不委屈你了，不委屈你了。他妹妹秀英生得强，杭州才女在不下。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姑妹，王老夫他种种把婚事来做鸟，想不到天下是真与这不巧，今晚相逢在今宵。姑娘，你看可好啊？可好啊？怕有些不便。明天就是亲戚了，还客气什么啊？还客气什么？亲戚？对呀，明天就是亲戚呀。王彪在张灯带路，送着小妻归王。
妹妹，姑姑，深更半夜来此何事？啊，有一姑娘要为妹妹介绍一下。平时她又把两家妇女抢来，鸟有苦神有家，为何要向我介绍？这妹妹实质底细，隐润不易，待我骗她一骗。啊，妹妹呀，姑姑放在去看花灯，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啊心。姑姑心中不忍我走上前去，为暖意，这是表兄妹困得走实在，啊，回家之路神不清。我约他人送他去，无奈一生如难饮。一次我对他只一笑，讲妹妹呀，你一不方便，他答应。我看你呀，莫犯上大心，有点靠不住。哎呀，妹妹啊，这是我把他抢来，我为啥要陪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他来见过小姐。去见小姐。既是此，就让他留宿在此。多谢妹妹，多谢妹妹。姑姑，时光不早，你可以走了。妹妹啊，她是乡下姑娘，不懂礼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咦，你怎么还不走啊？妹妹啊，明天一早我会来上楼陪她下来送她回去，你千万不要让她自己回去啊。兰香，小姐，宋大爷出房。是姑娘，随我来。年月似水去不返，空待明月太重身。见小姐房中灯火微星，莫非他还没有安在呀？哎呀，听他叹息什么？见那姑娘好佛为，表兄与表妹同款待，我虽已生长在四外家，都带了音乐光。
可怜。三世心意中人是谁啊？女儿家虽然大大难其人，原来是此。最问的是我，你曾经外面来杀亲。是啊，只怪姑姑从中来做根，知道就好了。你若真心来相爱，这还为是假？那你就跟他人传记诉衷心。哎呀，看来小姐有意于我，可有妙啊！我空待世家往事叹，身在两地他真自己。知道了。一层挂衣一层巾，青春一日不履尽，瓜子瓜姑姑不为妹妹想，等到那陈老指望去家无人。我以为王夫们总一条心，又在此沙土里边徘忘记。虽因一片真心爱，我追上前去十分明。去嘛，此事不可他冒失，万须当面是真情。嗨，是我姑娘，你还没有在？我怕得很，怕什么？没上地方睡不着，还是让我回去。哎，姑娘，是一生怎能去的？那反正我心绪不宁，也不想安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吧。请坐。多谢小姐。姑娘，你家住哪里？小姐呀，是缘不缘，情不情，离此也已3里里，情无法开对我店。
请我帮是个好地方，你可知世上多少有名人，让我来拿他一拿最分明。小弟呀，东边之歌草场园，西边之歌齐将军，南边之歌升天国，北边之歌李大人。少见胜利，谁是没有兴趣的？哎，姑娘，还有什么人家？没有了，没有了。他为我不讲最不的，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哪一家？姑娘，你快说。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上上下下老老实实里里娃娃随随无一不知。那周文斌他怎样啊？我想我周文斌啊，我想你周文斌。我说错了，我想周文斌啊，他才是某一幅文章才是经。文明大事却不人非，开中上士千金女，听说名叫王秀英，才知小姐太虚荣，因他家境太清贫。哎呀，冤枉啊！哎呀，他婚姻不成就有恨，一场大病长了身，足足病了3个月，守得像个苦日根，看来性命是难挽救，得在死得在死里有风声。莫非小姐你呀也有爱周相公之意？那你就该早就说了。哎呀，小姐若是真心相爱，那你就该托人传见诉衷心。你要亲手叫去周相公，一定送到。姑姑望天放，真天不做好事情，实在外面抢名誉。
去，叫我今日真做人，我撩起路穷出房去。小弟要与姑姑把礼品慢啊，小弟千万不能去，去了反而忘自己。小弟既在文兵，文兵也王秀英，今日归来悄相会，也是令我有缘分。婆婆顶下把头呀，一了恰令我一片心。听他一来似彩，句句娃儿当同心，姑姑卖娃不讲理，去了反而话事情。王秀英为周文斌，非亲往日是迷生，今日巧为在留台，我不想得命有许终身。公子既是真心相爱，就该王彪在请帖可曾发出啊？请帖吗？没有啊！哎呀，该死的奴才！花轿准备好了，没有，彩鼓手呢？也没有。哦哟，混蛋，该死！大英，小的不是不听大英的吩咐，此事没有禀过老夫人，怕什么？花轿一到，华客一来，正清八堂，还怕母亲不答应啊！快去！是。回来，官府升堂要插油帮忙，大爷结婚嘛，细细为王。对。将请帖送给杭州人，留了一个也不行，也不行。不能官税胡上顾，不能轻拔胡司令，不能神手不神手，
不论他是富裕贫，不论他是和你过，只要他能送人情，送人情。对。前夫泥上多出动，一路踩荡不留停。大红花轿要靠去，16个轿夫抬进门，抬进门。大姨夫16个轿夫抬官人啊，8个轿夫是去亲，是去亲。问的，去是。怎么又回来了？外面有人求见。大爷亲自事忙，一概不见。苏州才知竹子山求见。竹子山，哎呀，此人调转见客，甚是难弄。登门而来，一定有事求我。不见是人到来访，岂能不见？先下笔名讲，再迎相见礼。原来是苏州竹子山，阁下是杭州王天宝。哦，舅娘，舅娘。请问王兄，府上挂灯结彩，不知为了何事啊？小弟大喜。哦，原来是王兄姐姐，恭喜恭喜！但不知是哪家千金啊？这小问的是哪家千金么？不错啊。早在元宵开花灯，遇见一位美呀佳人，说不定是长我下万来要不然是仙女下万人，是我一见手中剑，我马上将他请进门。是抢进门的，是请进门的请请这位家人可答应？就是不得真为不答应。啥不拉是他跪在我面前哭一句我还要考虑3天再谈情。王兄开灯逢喜事，我昨夜开灯照不应啊。什么不应啊？我于夜里去问病，那一宿洞影开爱花灯，正在看到高兴事，突然有人来纷纷，哭的哭来叫的叫，原来是一张老夫唱经真今日老夫唱经真，小的是为我自己这招老夫胸前恨，那吊金把我看为是本，深受王兄差不拉多，真将小弟逼出身，再出身
东张西望要吃拉人，一眼看见主呀文兵，那么大叫一声个扑上去，抢了徐徐忙到奔。有人看见再出拉身，匆忙到进了王府命啊！到进我家不说啊？没有啊，有人亲眼看见。哎呀，听他话中有词，分明是在说我啊！不对，我抢的是位美人，他说的是个男子。哎呀，带我去问个明白啊！这兄啊，那老夫抢的是什么拉人？是我爷的周文斌。周文斌他是男子啊，嘿，那老夫男女分不清啊，只怪他家长办得像啊，落在府口送了命啊，听他话就是有因莫非我昨夜抢的是周文斌？既是老夫已经王府大门，小弟告辞。这兄且慢，为了何事啊？请坐，请坐。这兄，昨夜周文斌古镇乔装美女，前往看灯啊！是啊。糟了！哎呀，糟了！我妹妹，你妹妹怎么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莫非昨夜王兄把周文斌送到你妹妹王中去了？王天宝，你，好啊！周文斌也记清，老老实实，终于人你将他送进小围巾，为了去该死！我要把准单翻遍杭州城。就是你还来老夫来抢人，这兄，我将才子周文斌啊！送与妹妹做情人。你无事啊！你是我无事，我是到外面无事去。告辞啊！周兄，周大师，周老爷，周大爷，要是该是心事啊！王彪，家园。
姐归来去。她这样漂亮的身材，分明是个女人，说怎么周文斌加班？哎呀，我先去上了竹子山的当啊！姑姑请坐啊！大爷请坐。哎呀，看他脚踏实地，分明是个男人。哎呀，妹妹她，哎呀，此事不能与对妹妹出事。姑姑，你说话为我吞吞吐吐。妹妹，你道他是何人啊？对我弟弟许大姑娘呀。对，对我弟弟许大姑娘。咦，是你自己到他上楼来的，怎么反问起我来了？是啊。哎呀，幸亏妹妹上位得知，带我带她下来去吧。来，快带我下来去。妈，这位姑娘为人很好，我想留她多日几天。留下去啊！哎呀，完得了，去。今日此小生须告辞了。哎呀，你主人，咱们在此周文斌。哎呀，周文斌昨夜操到政府日头来，请王兄原谅。你外辈我快走，不去。起来，你好，马生姑姑她夫人为非做对虚应，虽然本是王经理，归是王家聚拢里，莫说是三尺洞男人呢，就是那不懂人心不用神。是啊，你不在死亡请公道。早比为强女人，男扮女装看不成，还要送她到闺女门。我是从出得娘胎人。虽为人出过一步门，不男人说句话，把不知把官司赢，清白伶俐都称赞啊！说我是三真四德三真的坏千金，今日名声在你话。总算是头日希望，一夕夫妻。妹妹，兰香，小姐，请老夫人。是。妹妹啊，我若是知道他男扮女装，我杀头也不会抢他进门。哼，你可知女人家名声最要紧？这件事我岂肯关心谁把人？头房清彩老娘亲，分清是非把利弊。
要细心到尽告父亲啊！数十年在家不肯守本分，话音不到起良民，愿我转上坏名声。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将你宋家帮用大营赶出门去，东施怒施不成分。妹妹原谅我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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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弟，老夫人来了。母亲，女儿为了何事？你去问他。儿啊，为了何事？你去问他。你是何人？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你去问他。哎，究竟怎么一回事？母亲，他是南北女长，所以哥哥把他是在女儿房中。此话当真？是啊是啊。哎呀，母亲母亲。得亲，哥哥是我父破养红了眼，千言万语他也不听，千错万错是哥哥错，此事不必挂别人。你到了小弟闺房内，不是真的以为无意。对，你到了妹妹闺房内，不是真的为无意。你家小生啥子真情深，只恐怕坏了小姐好名声，把男人藏在闺房内，万事哥哥抢进门。此事啥事这样看，王府也免要对关心。是啊，此事啥事这样看，去是要传递杭州人为了顾及王秀英，可怜可怜我周文君，所以
公子，你本家呢已在此，道德文章人家境，几位小儿来无强，此事我也不责给。天宝，母亲，快送公子出府。是啊，寺中昨夜被抢进门，家中必定将我迎。今得几人回家去，家母定要问原因。我实将真情说出来。母亲，家母今日曾做我的不把真情说，欺骗母亲不忠人，主也难，语也难，请老夫人来治理。他话中有话长生意，莫非是家子要一去修业？王家高来就家边，这门会莫相催。九公子，乡里男扮女装，一年有如斯文，这样看去可断送你的贤人，我看不是也罢。宋康是妈，此事我可不识错，只可惜昨夜有人同怪灯，夫人所在家园做自杀，强亲只是他独自情。哎呀，母亲啊！以前那胡子是山，叫做几个所有名。方才已经上门来，我也是大义路尊君，他定要大家相提转山，叫太子转变了杭州人。哎呀，一波未平一波起，半路上杀出人要紧。哎呀，这是怎么办呢？母亲，这桩事已闹翻天，要想收人万不能，女儿无力活世上，去投入天堂了残生。哎呀，女儿，啊女儿，哎呀女儿，死不得，死不得，死不得。哎呦，还不快命人去做之山辜负相商，这是他不肯来呢。用八神大轿把他带来。九公子，九公子带我来。
公子，这现在为媒小女许配于你。小侄高攀不上。这现在，小姐呀，既然伯母大人硬要将王小姐许配于你，那么你就勉为其难吧。公瑾不是聪明啊！快去见过大礼。好，我穆大人在上，是小婿一礼。外的下顾出现这大美人。奇怪，真正的美人，还是天宝兄。